高錕與光纖。一位電子工程講座教授說過：我們身在網絡世界的年代，應該永遠記住他的貢獻。他是誰？他就是200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光纖之父高錕。現在人人都可以用手機上網，可以跟遠隔千里的親友互通消息，可以在互聯網上迅速搜尋資料，可以享受觀看線上高解像影片的娛樂。這一切都跟光纖有關。高錕對光纖通訊研究和應用的貢獻，建構了現今的網絡世界。高錕自幼就醉心於科學，勇於嘗試。小學時開始與朋友進行各種化學及無線電實驗。中學時選讀化學，有機會接觸正規的實驗。高中畢業後，到英國修讀電子工程。1957年，高錕在電報公司工作，被公司安排研究光纖通訊。當時用同道管作通訊媒介的技術已非常成熟，一般人都不相信光纖能取代同道管傳送信息。但是高錕心想，怎可以那麼快便斷定光纖通訊沒有可為？高錕按部就班地進行研究。他首先加入研究光纖通訊的實驗室，與各專才共同討論切磋。只要發現新的難題，就訂立一個研究目標，通過翻查文獻、訪問專家，不斷進行實驗來解決難題。幾年後，他和團隊發現玻璃這種透明物料符合傳送光波的要求，向成功踏出了一大步。接下來，高錕要面對另一個大難題，只有減少玻璃的雜質，才能避免光波在傳送過程中逐漸減弱。為了解決這個難題，高錕拜訪了很多玻璃製作公司，可惜他們對生產高透明度的玻璃沒有興趣。也有很多人質疑高錕的理論，甚至認為不可能做出低雜質的玻璃。高錕對於科研工作抱持堅毅的態度，只要他認為方向正確，就會勇往直前。於是他鍥而不捨地反覆進行實驗，終於發現了製作低雜質和高透明度的石英玻璃的方法。高錕曾總結他的經驗：科學的發展要匯聚許多人的努力和智慧，才會開花結果。期間需要的是堅持和共同的信念，這正是他成功的寫照。許多人以為高錕一定會因為撼動世界的研究成果而獲得豐厚的專利收入，但他卻不以為然地告訴大家，他沒有得到任何專利。他認為能以感興趣的研究為工作已經很幸運，而得到通訊業和學術界的認同更令人滿足。由此可見，他重視的不是金錢利益，而是對專業和學術研究的貢獻。歐洲物理學會前主席約翰達德利這樣評價高錕：遠見卓識這個詞今日已被過度使用，但我認為對於高錕這個詞完全合適。高錕對科學研究熱愛、專注和堅持的成果，不但為人類生活和娛樂習慣帶來重大改變，而且還為後來的研究
包括光學儀器、互聯網傳輸速度等，提供了堅實的發展基石。